Hello，今日我哋就會繼續玩 Pokemon Legend ZA。咁我哋上一集呢，就已經捉咗 X6啦，咁我哋而家呢，就去捉 Y 鳥。關於呢件事，我認為最好同闊星公司嘅人一齊討論會好啲。闊星公司都確認到有飛行物體目前接近緊麥亞雷市，而佢就係奪取者神獸伊芙伊塔爾。Y 鳥好危險，為咗將佢用喺最終兵器度，閃焰團曾經都有試過捉佢，但幾乎直情係真係唔係佢對手嚟嘅。過去嘅閃焰團有一種用嚟訓練部分隊員嘅裝置，佢能夠傳個影像去，即係佢可以用成個影像去見到小精靈嘅外貌、行動原理同埋招式，同埋可以攞嚟做對戰嘅，就一種模擬器。我哋聽到實際經驗過嘅古力同埋古麗茲嘅意見之後，就對模擬器進行咗強化。我哋曾經以準隊員嘅身份，用嗰個裝置去接受特訓。不過闊星製作嘅裝置又比閃焰團版本難幾倍喎。既然係咁，所以就好適合用嚟做特訓啦。作為特訓，就請我哋同埋失控超進化狀態嘅大食花戰鬥飛鳥同埋班一拉進行對戰。就嚟唔血啦已經。哇！跟住仲要挑戰晒㗎，咁
順序打咯，唯有。最後一下，未得住。跟住就仲撐班一拉啦。即係雖然唔算話特別多，但係都第一次打一模一樣，嗰啲招式都冇變啦。
哇，已經到咗啦！地點係柳紅區嘅晴月廊街嘅屋頂。哇！歪鳥係會吸取生命嘅小精靈嚟嘅。哇！已經見到啦！真係好恐怖啊！哇，黐線就咁射埋嚟。其實呢隻嘢呢，如果你可以真係避開到佢啲招式嘅時候，就已經得㗎啦。哇！終於都捉到啦！哇！咁跟住呢，
其實隻 game 都即係已經進入尾聲階段啦，即係講呢個二周目，因為我哋仲有基格爾德未捉啊。但係咁，我哋而家就要睇下點樣先至可以捉到佢啦。我哋照翻去血星公司嗰度睇下先，即係睇下馬斯卡托佢哋有冇啲咩特別講。冇咯喎，失控超進化模擬戰都係打返之前嗰啲失控超進化咋。哇！我哋而家已經返到旅館啦。唔知點解 F 先生又出嚟咯？基格爾德嘅存在目的，亦都係為咗矯正過度嘅行為，令事物保持住一個真係可以和平咁生活嘅狀態，佢先至會救咗發射最終兵器嘅我。係咪為咗講呢個道理俾我知呢？有件事想拜託我哋。都咁樣俾我灰塵山，哇！埋先，哇！
係啦！哇，要打幾次先得啊？人同人，人同小精靈，仲有小精靈同小精靈，都係為咗了解彼此嘅實力而對戰嘅。A set 希望可以重啟 set A 登峰戰，應該都係因為呢一個理由。嗰陣時啲後生仔，如果我試下去理解佢哋嘅話，咁係唔係就唔需要啟動最終兵器呢？咦？基格爾德返嚟啦！佢想叫我去座塔度啊！哇！頭先 F 先生嗰隻超級鯉魚龍真係好犀利啊！啟暴龍都係勉強用雷光掌先至殺得到佢。咁我哋今日呢就玩到呢度先啦。鍾意嘅話就記得要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記得要分享俾朋友啊！下集再見，拜拜。